但是新营藤桥的活化案一直备受地方关心，嘛成为当地议员赵坤元伫总集选持续对中的建设焦点。议员指出，赖清德对市长的表明有信心、有决心，想要规划动漫园区定案，不过却持续跳票。现在伊做到总统，过去困难理由，现在应该有法度克服，所以要求市长黄伟哲任内积极甲中央配合，全力推动。一个藤桥活化已经骗8年，赖清德的手啦，吼！啊，这我绝对无加话，无减话哦，吼！绝对大啊好难的，吼！骗8年，搁啊大啊说承诺，哦，这拢有证据啦，吼！毋是乌鸡伫遮咧人好做，吼！即件赖清德要下任之前，我咧也去黄市长讲，黄市长嘛讲。啊，这真正足好的建议。哦，啊，这个达到咱来市政府来来做规划，来来开发，叫做市长6档啊，吼。吼，市长这2年以后吼，6档啊，剩最后2档，你的任期到啊，吼。你下阵讲要有所作为，我希望讲市长你专权，但下落去互都发局长，无我是用安尼要啦，吼。市长无担头，局长行无路，市长敢会安尼？袂啦，我即摆就当担头，吼，其实咱伫中央啊，迄个中央啊已经会当接受，啊，咱送一个案，啊，伊就接起来。根据了解，新营藤桥活化开发已经10几档过去，现在市长黄伟哲任内行到其中报告的规划已经完成，嘛算是开发有谱。局长嘛强调，台糖真好配合，嘛真有诚意，愿意迎合新营发展的需求来活化建设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庚采访报道。